大家好，我係阿樂。今日同大家講 HKTV 魔舞伎香港科技探索25年全年業績。HKTV 係香港一個主要嘅網上購物平台，佢賣衫、食物、日用品、電器，超過153萬個獨立客戶。每個月大約有160萬部活躍設備喺平台度活動，即係好多人每日都用緊。我簡單講一句份業績，呢份業績最驚人嘅唔係蝕錢，最驚人嘅係做得越多，反而蝕得越多。多謝嚟我呢個廣東話 channel， 希望用數據多角度思考，分析最新嘅香港經濟同社會變化。如果你第一次嚟，可以而家撳個訂閱，開埋個鐘仔，之後新片出，你就會即刻收到通知。先講啲數字，2025年 HKTV 平台上面，所有成交額加埋，大約係84億2600萬港元，上一年係85億9千萬，即係今年少咗大約1.9個百分比，睇起嚟好似問題唔大。但我話你知另外一個數字，公司嘅盈利經調整之後，今年係6000幾萬港元，經調整盈利，即係除咗利息、稅項同折舊呢啲複雜嘢之外，實實在在營運賺嘅錢，上一年係1億2100萬，交易額只係少咗1.9%，但盈利跌咗接近一半。更恐怖係公司今年全年虧損係1億4953萬港元，上一年係6700萬，即係虧損足足擴大咗成倍。最恐怖嘅係同一時間，公司嘅客戶數反而係增加，獨立客戶數由上年嘅151萬9千名，增加到153萬9千名。客戶購買嘅頻率，第四季每個客戶平均購買4.7次，上年係4.6次，即係客人多咗，購買次數多咗，交易額差唔多，虧損反而增加。HKTV 為咗增加客戶，留住客戶同其他平台競爭，做咗一啲嘢。第一，佢推出咗一個會員制度，叫做 HKTV Plus， 客人支付會費3個月99港元。之後可以享受一啲產品嘅深度折扣，例如一啲日用品、食物、護理產品會比平時平好多。初期嘅時候，只有大約500件產品享受呢啲優惠，到咗25年年尾，已經擴展到6000件產品。對公司嚟講，每個客戶支付固定會費，即係有經常性收入。對客戶嚟講，買得平啲，聽起嚟好似係雙贏，但有個代價。第二，公司用咗 AI 技術，叫做個人化定價，即係公司用大數據分析，睇返你嘅購買習慣、偏好，調整你見到嘅價格同優惠。簡單講，你買緊食物，平台就會俾你更多食物折扣；你買緊護膚品，就會推更多護膚品優惠俾你。聽起嚟好精明，但有個代價。第三，公司加強咗推廣同廣告。10月份 HKTV 推出咗一個大型推廣活動。新服務叫篤篤賺，客人喺 HKTV 購物賺取虛擬貨幣叫摩多拿，用呢啲摩多拿去其他平台購物，例如旅遊網站、酒店平台、景點票務等等。為咗推廣呢個服務， HKTV 喺香港36個港鐵站放咗大約1300個廣告牌，有電視廣告因，推廣費用好龐大。總結，公司做呢啲嘢係為咗可以有更高比例嘅折扣，更精準嘅推廣，但更多嘅營運成本，結果係客戶確實增加咗，訂單確實增加咗，但每一個訂單嘅利潤反而係少咗。講得更清楚啲，上一年公司嘅毛利率，即係未計營運成本之前，原始利潤比例係25.4%，今年係24.3%，聽起來只係少咗1.1%。但放喺一個80幾億嘅平台度，累積起嚟就係幾千萬嘅虧損。呢啲折扣同推廣有用，但係有個大問題，可以用嚟抬高銷售數字，但唔能夠根本解決利潤問題，因為香港本身就係一個有限嘅市場。你可以用折扣搶客，但最後人人都係用折扣，結果個餅唔係變大，只係大家分得更細。接住嚟，公司面對另外一個問題，核心業務增長乏力。原本嘅 HKTV 成交額跌咗3.5%，公司決定進入新業務，叫街市即日送，即係 HKTV 直接同街市檔主合作，街市嘅食材放上網，客人喺應用程式度落單，HKTV 就會安排人手去檔口度分揀，
然後配送幾個鐘內送到屋企。25年街市即日送嘅交易額增加咗大約47%，今年做3億9400萬，上年係2億6800萬，但虧損反而擴大咗40%，係即係今年虧損1億0790萬，上年係7730萬。原因要做即日配送，需要大量人手分工，配送員需要即時反應。如果客人喺下晝3點落單，要下晝6點之前送到，呢個時間窗口好窄，同時間街市檔口分散，配送路線複雜，難以優化。一張訂單嘅成本好高，而訂單本身嘅客單價又唔夠高，結果好多訂單其實都係蝕錢。業績報告話明街市即日送仲未達到關鍵規模，即係交易量唔夠大，冇辦法平均分擔固定成本，所以做得越多，虧損越多。而呢個業務未來公司話會繼續擴展，計劃推出3個鐘極速送，即係將配送時間由原來嘅唔一定時間限制喺3個鐘頭內，仲會擴展到超市產品，唔單止係新鮮食材。問題係配送時間越短，成本越高。如果要3個鐘頭送到，就意味住配送員要更多，倉庫要更多㗎，路線要更複雜，而平均客單價唔見得可以提高。結果虧損可能會再擴大。除咗之外，公司仲有其他新業務，全自動零售系統，即係無人超市，但應用到更多產品類別，客人行入去自己拎嘢，系統自動識別，唔需要人手結賬，但技術難度高，開發成本大。公司喺英國開發已經遇到超出預期嘅技術問題，進度受阻，虧損大約6000幾萬。再加埋生命科學項目，公司投資做器官保存研究，報告提到已經有初步成果，包括離體器官保持活性嘅時間等等，但風險極高，回報時間無法預測，未必有商業價值，虧損每年1000幾百萬。總結公司新業務嘅情況，街市即日送蝕1億幾，全自動零售蝕6000萬，生命科學蝕1000幾百萬，其他探索項目蝕幾千萬，共蝕虧大約2億2000萬港元。咁點解公司要做呢啲呢？因為核心業務 HKTV Mall 增長停滯，公司要揾新嘅增長引擎，但問題係新業務一時三刻係蝕錢㗎。公司核心業務嘅利潤又因為折扣同推廣已經受咗壓力，所以核心業務賺嘅錢用嚟填補新業務嘅虧損，最後成個公司反而蝕錢。新業務有冇可能未來會賺錢呢？可能。但係需要時間，街市即日送要達到關鍵規模，可能需要再投資幾年，虧損可能會再大。到時候公司有冇錢去支撐呢？我要講一個更大嘅問題，係香港整個零售市場。根據香港政府統計，25年香港零售業整體銷售額只係增加咗2.4%，超級市場下跌0.6%，百貨公司下跌0.2%，即係香港人去超市、去百貨公司購物嘅趨勢係下降。啲人去邊度買呢？網上、跨境購物、去內地買、出外遊購物。25年香港人出外旅遊嘅次數比上年增加咗12.3%。好多香港人寧願去旅遊嘅時候買，都唔想喺香港買。呢個代表香港零售市場進入咗一個新時代，叫做增長有限。增長唔係嚟自本地消費增加，而係嚟自消費形式改變。但香港網上零售市場又面對內地電商平台京東、淘寶嘅威脅，佢哋商戶多，產品種類遠超過 HKTV， 供應鏈強，價格可以更低，而且隨住香港同內地嘅融合，物流越嚟越方便，客人跨境購物會變得越嚟越容易。HKTV 而家嘅應對係招募內地商戶，提供近300萬件產品，企圖同內地平台競爭，並且推出內地直送香港服務，定價同內地平台睇齊。但問題係內地平台嘅成本優勢，源於佢哋嘅規模同供應鏈優勢。HKTV 要同佢哋競爭，會喺利潤度有所犧牲。咁另外仲有一個問題，HKTV 嘅配送成本今年上升到13.3%，等於平台嘅每1蚊成交額有1.3毫係用嚟配送，配送成本比例年年上升，因為香港人工貴、物流貴，而且
客人期望越嚟越高，要求更快配送，成本唯一嘅出路就係上升。結果就係香港營運成本高，內地平台有成本優勢，HKTV 夾喺中間，越嚟越難做。我講咗 HKTV 嘅問題，但 HKTV 唔係孤立嘅例子，類似嘅情況開始出現喺香港好多行業，零售、餐飲、服務業共通點係有客有交易，但利潤受壓。原因有幾個：一、成本上升，特別係人力成本；二、市場競爭加劇，定價能力下降；三、消費市場增長放緩，增量機會有限；四、內地市場融合，令到香港企業嘅保護牆開始被打破。最後 HKTV 嘅主席喺業績報告中講咗一段好重要嘅話，大意係想像一下，如果香港同內地嘅人流、物流完全冇障礙往返，唔需要清關，成條供應鏈都可以直接由內地運抵香港，咁 HKTV 同香港本地零售商會點樣應對呢？呢個唔係假設，呢個已經發生緊。通關便利化、物流融合、電商平台冇界限，呢啲都已經係趨勢。而呢啲趨勢對香港企業嚟講係一個威脅，因為香港企業無法同內地競爭嘅成本優勢。我哋嘅優勢本來係地理位置、商業環境、信用系統、物流便利，但呢啲優勢正一個一個被蠶食。翻嚟呢份業績 ，HKTV 嘅管理層其實幾有諗法，直播購物、會員制、個人化定價、街市配送，呢啲都係創新嘅概念。問題唔係想法，問題係環境。HKTV 遇到係一個香港零售業共同面對嘅困境，老市場冇增長，新市場虧損多，成本高，利潤低，競爭大，定價難。香港經濟成長放緩，消費增長乏力，內地經濟規模更大，成本優勢明顯，嚟搶香港市場。所以 HKTV 呢份業績講嘅唔單止係 HKTV 嘅困境，更係香港商業環境正在發生嘅深層轉變。最後一句，對於投資者，如果你睇到一份業績報告，上面寫住客戶增加、交易額穩定，但盈利下降、虧損擴大，咁你要問一個問題：呢個公司係遇到短期問題，定係長期結構性問題呢？ HKTV 嘅答案可能係後者。而如果係長期結構性問題，短期嘅營運優化可能已經救唔到，需要嘅係根本性嘅轉變，無論係商業模式，定係市場選擇，甚至係企業定位。但喺另外一個角度，我要講一句公道話 ，HKTV 做緊一啲新嘅嘗試，直播購物、多渠道變現、會員制度都可能係未來出路。關鍵係呢啲嘗試能唔能夠快，足以彌補核心業務嘅下滑。如果可以 ，HKTV 可能會活得好好。呢份業績分析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訂閱頻道，我哋下次見。